市民之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之声节目。咱的节目呢，长期甲咱所有台南市民做伙来关心台南市大大小小的代志。所以呢，即马新的市政府团队就任了后，相信咱府城乡亲嘛更加关心讲，到底呢，未来咱这个台南市政府是要安怎来执政，要安怎带领咱台南市更加繁荣、更加有发展。所以今仔日咯，咱特别邀请到这位主导咱台南市政的贵宾到咱节目当中，咱即马就来欢迎台南市长黄伟哲黄市长，市长欢迎您。碧纯，各位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伟哲，感谢你的收看。谢谢市长。哇，市长，你上一次来参加节目是在1年多前，然后那时候在参加这个民进党的初选的时候来上过节目。那现在非常恭喜你已经当选了。那所以我们市民乡亲有很多的问题哦，想要了解，所以我接下来我就一一的来问，好，让我们市民乡亲可以透过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好来了解你啦，哈，看你未来要让他去怎么样实践。所以咱今麦成为选举的结果开始来讲好啊，好，因为这个选举结果嘛是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实践哈。因为咱咱公这改呢，你是以33万多票，也就是得票率是38.09%嘛，36万啊，对，32对，然后国民党的话是28万票嘛，那这个得票率的话是32.4%，那这跟2014年可能很多人都会提出来比，因为前市长赖清德他的这个得票是71万票嘛，那时候大胜这个黄秀双校长是26万票，所以这次的选举这样算小赢。所以其实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你是不是先讲一下你的感想？其实坦白讲，讲起来这选举输赢就是安尼啦。对。我摕36万票啊，我们的主要对手高委员伊摕31万票，啊差55000几票。但是总是对我来讲，当然真侪支持者可能无够，会小淡薄仔失望讲就是讲应该赢较侪。但是世间上无啥物物件是应该有的选民也是讲咱的支持者咪讲某某人摕票应该是恁绿赢的票，应该是绿营的票啊，什么人拿了票，应该是这个所谓中间选民的票，什么人拿了票，应该是安怎？我再次甲大家讲甲大家讲，天下无啥物代志是应该，对，只有一项代志应该，你应该要较努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家己努力无够，无摕到有够好的票。这点我就这个机会再次再三跟咱的好朋友这个道歉，抱歉我还不够努力，接下来我在市政上要更努力安尼才会使。所以我想伫遮当然就这个机会是甲大家感谢，甲大家抱歉，甲大家这个报告讲我会更加努力。未来伫市政的方面当然是希望讲做得较好。当然。碧纯你头讲起到咱的赖院长过去咱的赖市长伊是超高票数超高得票率领先他的对手赖院长摕偌济摕71万73%伊的对手摕偌济摕27万27万票26万9千几票差不多28%，27%外啦中间差遮济票，这边咱的主要对手摕31万，伊顶面摕27万，总共差4万，所以表示讲国民党是有增加的，但是你也想看觅，佮8年前当咱赖院长第一遍选市长的时阵，迄个时阵伊摕偌济，摕60万票，伊的对手摕偌济，迄个郭天才教授，郭天才委员伊摕偌济，摕40万票。所以差不多国民党的基本盘是差不多27万到40万中间，有当时较侪淡薄，有当较少淡薄，这就是基本盘。民进党的基本盘是差了偌济？你若讲伊安尼讲是差60万到71万中间，还是讲你50几万？但不管60万也好，50万也好，我敢若摕36万，总是有真侪无够的所在，有真侪欠点的所在，这就必须讲我头仔讲过，要更加努力来争取市民的认同。当然，咱会使怪天、怪地、怪寒流，我想唔免安尼怪啦因为怪家己爱努力是安那人有的人虽然有寒流，人你看郑文灿根本4年前赢2万几票，即摆赢14万票，本来估计会赢较济所以重点来讲，咱更加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这是不二的法则经过努力之后努力之后，我们打美好的一战打过了，
就不要再去计较了。最重要是把事情做好，这比较重要。对，没错。所以未来更加努力，这才是重点哦。那安基玛杂工，你最主要的这个对手就国民党的高思博嘛，那他就是现在他已经有表示了，他要留在台南这4年呢，他要一波一卡赢，就是说4年后要卷土重来，再跟您拼。那您的看法呢？尊重啦，尊重啊，这个4天后的事情我们都还不知道啊。讲到4年后，我觉得其实有一种就是有这种情形，就讲常常做人会患得患失。患得患失的意思是啥？就是讲你愈想讲烦恼讲要这个要摕票，安怎有当时都愈摕无票。愈想讲心中只有选举没有施政，没有政绩，安尼愈想要选举愈歹选。所以我感觉讲，当然咱的对手已经就位啊。其实咱的许忠信教授，台联的许忠信教授，伊嘛讲4年后要卷土重来，所以今麦要卷土重来，已经出来过来要去抽号码牌了哈。所以我是尊重啦，但重点是讲这4年，我的这个表现的空间，咱把政绩做出来。虽然咱他们讲，比起咱的隔壁的韩市长来讲，咱台南市他们讲，有一寡限制啦，有一寡挫折咱讲限制挫折，那韩流选刷了后，伊的市议会议长嘛 OK 啊，所以市长甲议长，伊拢偏偏是国民党的，嘛免拄大家舞几步。咱台南市选刷了后，即摆议长先内部先竞争一下提名完结束之后，有人不开心，有人不高兴，不开心就脱党，即嘛所以这种即摆那个烦恼这些人，韩流都已经做旧定位来拼经济了。我们还在这个思考府会如何，这点就蛮难过老波啊。以城市竞争来讲，兵贵神速，你有看过那个有一部电影叫做《功夫》人讲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就是讲你愈紧照定位，愈紧开始做愈好，争取做点时间为市民来争取福利，你会当等市民福利是袂当等的。所以我是感觉讲，我会当紧做紧起步紧开始来替市民来心力储备，迄是上重要的。所以我目前来讲，我嘛是因为安尼我紧做。对啊，所以就像市长你所讲的，这个府会关系大家非常关注，因为你府会关系如果比较好的话，要协调什么拢较简单嘛，还袂讲哇，你该用一寡心思去处理这的代志。但是讲到这个府会关系，我们其实这一次的正副议长选举，一开始你内部，你协调的时候做侪问题，做侪声音出来啊结果到尾变做讲即马现任议长桂信良，伊的变做是退党，然后去参选，然后又当选，然后另外副议长的部分是由无党的林秉利议员来当选，哇，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郭信良议长呢，他前几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有来讲的，讲为什么他当初会做出这样退党然后再来参选的决定的，讲因为好像就是说赖清德院长跟您对这个选举的事情非常的关心，然后可能有在那边做运作，所以逼得他不得不啦就退党参选。那这个你怎么看？这个其实坦白讲，我们是被监督的单位了但是我也是党员嘛所以说基本上民主进步党那民进党是要循着这个党内民主的程序来参行好选人，我认为支持。你掌握意思就是讲，咱只要东团主处东团主处就是东团这边民进党选25个市议员这25个市议员来参行咱的市长不是议长候选人甲副议长候选人，只要这过程是民主的，大家都有举手大家都有投票经过举手投票了后相信咱的议长候选人就是咱共同支持的，这免讲至于你如果有想要做，你就是想办法在这25个人里面争取支持，而不是讲不是讲你即马啥带枪投靠把人抓出去去跟其他的党派结合安尼我当然我不认为讲安尼是对党来讲是好的当然你也有讲咱的要家己做选择，我们也尊重嘛所以但是一个政党有一个政党的纪律你要想讲让违禁动像国民党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16票16个国民党的议员对16票然后免费投给你所以我感觉这对政党政治来讲我感觉奇怪是我嘛袂去想着讲去甲国民党还是讲甲其他的党派合作
这代表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但是重点是，既然依循，就是讲我讲的，就是讲民进党党内依照民主的定数来选成议长候选人，咱就来支持。但是即摆议长候选人议会选举的结果是57位议员，大家共同来选议长，选生出来议长，我就要尊重。这是两个定数的问题。比如讲，咱民进党选成总统候选人，我当然伫总统大选的时候爱支持咱家己总统候选人。但是总统候选人选煞，咱的蔡英文当选了，我希望讲其他的党派人会让尊重、支持，因为选举已经过去啊，共同支持咱的总统。若阵你记得讲从过去8年，这个马英九，2008年马英九，民进党是提名这个谢长廷嘛，贾中廷，国民党支持马英九，选出来结果，这个谢长廷输，马英九赢，伊就是咱国家的总统，你就要甲尊重。你心内会使讲我无支持你，但是民主的素养来讲，这是要讲尊重，因为咱是经过安尼光明正大甲你拍败的，这就是民主啊。所以我的意思讲，民进党3星的总统是安尼，咱民进党3星的议长候选人嘛是安尼，所以议长候选人咱出去讲选，清清白白，这个无过，咱3星一个新的议长，咱就来甲尊重，这就是一个民主的风度。这一点点的民主风度我是有的。对，但是就是说，可能郭庆良议长他就是会觉得说，之前可能你们民进党在内部要做假投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程序它是有问题的。他觉得，然后又认为说，很可能赖院长跟您有特别的去关心、去运作一些议员，所以他就是觉得这个部分他觉得不公平。这个关心跟运作，我觉得有什么，就是说，如果产生了我们的这个议长候选人，我们本来作为党员就要去支持我们自己的议长候选人啊，这有什么错？更何况坦白讲，我们做一个市长，那这几个起定我也无议员，我也不是也我也无票啊。那我倒是有听到这个郭议长有说，蔡英文总统很关心，鼓励他，支持他，希望他出来选。那如果是这样的，表示蔡英文总统有把手伸进来，是这样子吗？因为他自己讲的嘛，那如果不是这样，我相信总统是不会啦，因为总统有不止一遍讲到的讲伊要尊重党团自主。是。全台湾20几个议会，要选议长，伊也逐场你共插手，第一，无尊重议员；第二嘛唔好嘛，第三，国政国事如麻，国家遐济代志，总统插到一个地方的议长的选举，这百姓嘛，感觉讲安尼咁好，所以要总统府发表声明，发表声明，很清楚的说总统没有去干预这个地方议长的选举，这个地方议长的选举尊重党团。既然总统安尼讲过议长来讲，总统有鼓励叫伊出来选，这点我都唔知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就我的认知，总统是有问过，恁台南有啥要选？议长，我就甲总统报告讲，某咪人，过来要选，说总统就讲，也互恁党团的家己自主。既然让你们党团自主，那有什么错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对我来讲，我应该是很清楚的，都清楚搞外立边讲清楚，我袂拖别人落水啦。对，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现在这个郭议长他是不是心里就是有点心结？那这样会不会影响以后府会的关系呢？如果把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心结影响到市政，我感觉安尼就不好啊。你来想看觅，总讲我感觉讲。这个碧纯，你顶面欠我500块无还嘛？我即马来叫老公，现在是做事情说叫我专门盯这个秦碧纯有没有违规停车，还是讲给刁难，这样好吗？不可以嘛？那施政一点还是公平、公正、公开，所以咱袂当把这个个人的情绪、好恶来影响施政。是所以我相信咱的议员每一个人拢是饱读经书，拢是学习最好的。拢是代表为民喉舌，拢是当代表民意，所以呢，因拢是讲道理的人，所以袂因为讲伊的情绪来影响到伊做议员，做一个议员的表现。伊也讲讲某一个议员讲，我对这个人做袂爽的，我就逐工咧甲你定，这
市民还看讲，啊，你议员那逐工拢定这个，那感觉你是有啥物利益甲人瓜葛？所以我想，这个郭议长、林副议长以及咱其他55位议员，拢是非常公正，所以我对因是有信心的。是。若阵大家感觉讲，看这议会的运作，若阵有这个私偏的走向，还是讲一个个人抱负的走向，这个部分。当然是社会拢来看，我是感觉袂啦，因为我对咱的议会最有信心的。对，所以我们你知道你有信心无？有，这很清楚。我们在选完之后嘛，我们知道说你有马上去跟他做祝贺的动作嘛，对不对？对啊。当天，对啊，当天我伫议会和咱的郭议长，和咱所有议员，甲祝贺，甲握手致意，接近90度的鞠躬啊。所以如果说我拢无咧插伊，拢无咧迄个善意的回应。我是感觉讲，就已经是这么样的善意了，是希望讲大家会当来体谅。当然郭议长也很善意，因为他有去拜访你嘛，2-3天就来市府。虽然议会到市府很近，我也很感谢，但是我也是这个非常谦虚诚恳的，把所有的行程都排开，专程恭迎议长。接待议长，这个也是一个善意的接待啊，对。所以说，你说电话有打电话没有打电话是其次，起丢弄90度鞠躬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说我们都没有善意，我干嘛是有点还好啦。他可能他是。上节目的时候是讲到说，一般呢，其他都是市政府的首长先去拜访议会嘛，那他是自己放下身段来拜访您的。对啊，所以您会找时间过去拜访他吗？应该也要可以安排啦，但是我们第一天，我第一天就已经90度鞠躬了，当选第一天呢，对不对？是，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其实社会上大家都在看啊。对，我们也希望说那个府会关系可以和谐。其实选完了就恩恩怨怨都放下。对啊，如果说就嫌你主席歹，嫌你这个我感觉卖咧嫌啦。好，那这样子郭议长他说要做一个全民议长嘛，所以未来面临这个全民议长跟我们这个议会的监督，那我们很多问题就是跟我们民众呢非常息息相关，大家做关心的，咱先来讲这个房屋税啊，房屋税，你来表达一下你的看法。房屋税坦白讲有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咱房屋税是长期没有调整，这是一个事实，没有调整到什么严重，你超26档无调整，30档无调整，这是一个事实。对，所以真侪少年人会怨叹。我举一个例，房屋税你若讲，即摆现在是台北卖讲啦，敢若伫台南。伫台南300-400万的厝，房屋税以前讲话讲超20-30平安尼，几千块房屋税一年啦你一台20-30万的破车、老车，2000cc 的你要交偌济燃料税甲牌照税，爱交1万几块，14000几块，1万几块。对，所以真侪少年人也怨叹讲，恁有一间厝，当租人还是家己住，结果交几千块的房屋税，我一台破车，你拄啊扣2000cc的，一年爱交1万块的税金，很多年轻人抱怨不公平，所以房屋税要调整，这是一个方向，来符合社会公平、公德嘛。是。但也要调整到对，今晚人一般反应是调整伤紧，所以迄个时阵，财税局因去算，还是讲咱的房屋税评议委员会，一困头。分3档，把你起到81%。对。什么叫81%？伊就是讲以1805年、105年的房屋的市价来评定房屋税。是。结果以20-30年以来，譬如讲105年，房屋税，伊来讲，譬如讲爱评定1万块，像这款的厝爱1万块，但是以前差不多可能3-4千块，伊分3年，第一年甲你调到5500、5400，第二年甲你调整到6500，第3年甲你调整到8100，就是1万块的81%，以105年为准，调整到81%，嘛未到105年的标准是甲你小可调，是甲调整到81%，安尼，但是这个调整的幅度有真侪市民反应伤紧，对，太伤猛啦，调整的幅度伤大啦，所以若准是我，面对讲爱
边的民意是爱调整房屋税，一边的民意是卖调整了伤紧，那就是淡薄慢慢起。好，慢慢起，卖一捆头先起。所以你还是觉得应该要调，只是说不要那么快嘛。过去那个马前总统2008年的时候，油电双涨，一次涨足有无？造成百姓加大的冲击。对啊。你一捆头油价、电价起伤紧，或者百姓常常无法度适应，而且迄个时阵佫碰到金融海啸，日子歹过，起伤济的时阵，你水钱起、电钱起，我不是油价起、电钱起，对，你真济物件，一碗卤肉饭、一碗阳春面都爱起，对啊，一个面包都爱对起足济，所以造成了民众的负担。所以若阵阮会当做，若阵阮若较提早做，毋是提早做啦，若阵是我，我就慢慢起，譬如讲，第一年起15%，第二年起18%，安尼百姓就感觉讲还可以，不要那么莫讲那么大啦3年来就起到81%。系啊，惊死人。所以我感觉讲，这点来讲是对我来讲，我爱来面对的。对。既然黄伟哲市长你无认同讲起遮紧，爱未来要怎做？系啊。我就是讲要冻涨。冻涨如果可能的话，依法，我讲但是咱即马施行爱依法嘛，袂使讲因为我个人的好恶，就是爱依法来做。依法来做是安怎的意思？就是讲，咱即马因为一捆头拢决3年，拢决定3年的这个房屋税，所以到明年的5月，要搁决后年，今年是今年应该是几年啊？今年2019。对，108年。108年今年是108年，108年的5月，今年的5月，对，就要决定109年交的税金，110年交的税金，甲111年交的税金，决定此后3年的税金，伫今年5月就要决定啊。对。但是为去年到今年的这段时间，这要65%要起到81%，这部分。坦白讲起来是无法度，咱有去问过律师啦，问过律师，问过咱的法制处，是法律专家甲咱讲，你已经决了啊，到这时袂当搁动起来。是哦。你若动起来有一个问题，啥物问题？你即嘛讲要动起来，未来也先有人讲要退税啦，咱有人讲要啥物退税？退税。我请问，是要退互原来的厝主，还是要退互厝卡？还是要退互原来的厝主，还是要退互未来买的人？你为去年到今年为房屋转卖嘛，你要退这个也退那个，他们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讲，人已经决定落来的代志，你即马袂当搁回溯，法律不溯及既往，所以这个部分就面临讲上尾一段65%到81%这段是要冻涨，是一个困难。那准会当冻涨，我绝对第一个跳出来冻涨。那准袂当冻涨，法律规定袂当冻涨，咱就爱想一个变巧的办法。什么叫变巧的办法？我就甲明年，就甲今年要定的这个未来3档的这个税金，甲你定个较低，税率定较低。比如讲，咱即马65%定甲起到81%对。我未来3档就是甲你降到60%。哦。中间109、110跟113年降到60。譬如我举例啦，这不是讲，我袂当讲一个人说了算啦，还尊委员会啊。譬如讲降到60%，你65%到60%，毋是本来有5%，对，5%都要3档行李，为65%到81%这段的税金。安尼来行。类似安尼，嘛有可能经过这个房屋税评议委员会也决定讲降较低。我降到55%，迄嘛有可能啊。迄是因未来，因的这个集团来处理。所以但是总是这段来讲，咱袂当搁81%，袂当搁起去啊。你搁起到几%？就是要冻涨了。咱就无法度接受。这点是要甲咱的市民朋友报告，因为这段确实对咱的市民朋友来讲是真大的负担。景气也毋是足好的啊，所以大家会当互相体谅。政府当然财政嘛毋是足好的，即摆政府足侪做，我刚举一个例，咱的警消，警察甲消防人员因的危险加给，一年都要加5.5亿啊，多5.5亿敢若增加的危险加起来5.5亿啊，所以当然一方面是对咱的警消的肯定甲致敬，当然一方面嘛对政府的财政有一寡冲击。咱台南市现主席
这个每年的预算是800几亿，哦，840亿左右。对。啊，但是这840亿扣掉政府官员的、这公务人员的薪水，扣掉因的退休金，扣掉什么老人年金，扣掉一寡必要的法律规定爱支出的，咱才要存100亿，通啊做建设。啊，你100亿现出是搁要加5.5亿，互这个警消、警察跟消防，啊，才扣，其实咱会当做建设的这个这个经费预算并无讲足济。啊，即嘛房屋税你搁卖拢爱搁降税，搁一年搁减10几亿，房屋税都无去啊。对。啊，无去啊，了政府的财政就更拮据。啊，更拮据，即嘛搁拄着啥？你嘛爱行债务啊！那过去县市合并的时候，咱台南市、台南县甲台南市合并欠偌济，欠要将近1000亿的。对啊，小啊，这个小，咱7代无行，后代就变拖累啊。啊，所以赖清德的任内，一路行到即马剩偌济，剩790亿。8年行200亿，迄嘛做无简单。啊，未来4年啦，莫讲8年伤差不多啊！咱讲未来4年，咱要行偌济，咱嘛是爱行啊。嘛爱行哦。就是讲加减爱行，当然财务较好，行较济；财务较歹，行较少，这是咱未来要做的吼。啊，但是希望讲这部分大家都体谅，政府袂当捉襟见肘，要做建设的经费实在是相当有限，所以要拜托各位咱的观众朋友来体谅政府。啊，当然政府会当做到的，绝对袂讲提示。啊，所以头仔讲的，这个房屋税增加大家负担的啊，尽管政府的这个财政有济足济，但是咱感觉讲对百姓咱来苦民所苦，所以这个房屋税上涨的部分咱未来会摊行更较加来行咱的百姓。对，所以相信咱市民朋友听得应该算是拢做欢喜啦吼。所以市长其实这样子是因为这前朝的决定嘛，对你来讲，你会不会觉得家己做委屈了，爱过来收这个摊子？袂啦，袂讲委屈啦，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啦。我咧参选的时候就知影房屋税啊嘛，就知影迄个房屋税已经定安尼啊。只不过迄阵咱还未选调，咱还无这个权。咱会当来做这个改变，啊，但是即马选调有这个权要做这个改变的时阵，咱都要善用这个权利，来为百姓来谋福利这部分哪里做？对，好，那另外要请教你一个，就是你这次第一份签的那个公文嘛，龙崎掩埋场这个问题，那咱公主你这里魏巡其实你的是做反对的，所以你到现在立场还是一样嘛？对，立场还是一样啊，只是角色改变了。角色改变，那做法怎么办呢？譬如讲，我们小时候在写作文的时候，讲来下讲我长大要做总统。做些小朋友长大总统，但是要做总统，干咱一个啊。有的人讲我长大要做老师，但是你像讲你做老师，做威风，拢教迄个小朋友，叫小朋友写作业就写作业。但是老师要教小朋友，可不可以依他的高兴喜好随便教？袂当嘛？不可以。那里有教科书，今天教第一课，明天教第二课。然后规定讲你每天的教学进度是安尼。对。所以老师要依照那个教学的课程的进度来教。那我们当市长的，嘛是要依照国家法律所赋予给我们的职权来做，你袂当跳痛啦，你袂当讲你市长无较大，你市长嘛不是国王，嘛不是神，所以你袂当讲做国王的代志，国王是讲做皇帝是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对不？我今日要爱你生，要爱你死，那这市长袂当安尼啊，就是讲爱依法办理，龙崎掩埋场是安尼，过去。当年伫迄个退辅会，伊要新办一个废弃物掩埋场，东景西景的。我刚刚讲，谁要去迄个掩埋场？因为咱做者工厂所生产出来的这个废弃物，他们我给大家报告是无毒废弃物，不是有毒的。无毒废弃物哈，但是你有毒那个黑白台都袂使啊哈。对啊。所以是无毒废弃物哈。无毒废弃物你要堆起，嘛只要有一个垃圾场。垃圾场就是。若无的话，伊就黑白倒啊！你看迄个前一阵差不多几个月前婚林，咱的隔壁婚林，婚林因垃圾发生垃圾大战，咱台南迄个时阵，台南、高雄、嘉义拢帮伊斗载过，在迄个粪扫来焚烧。
啊，但是你袂当，你讲譬如讲厝诶欠味素，你隔壁甲借一个味素。厝诶欠豆油，甲隔壁借一个豆油，你袂当逐工拢讲借味素、借豆油啊。哦，等下一两工也会使。所以第一期咱要斗分摊是会使，啊，长期咱就无法度。啊，当周边诶县市拜托拢拜托啊，拢养过啊，结果人拢无爱退债，想咩啦？分里面垃圾都垃圾大战。今仔即个乡镇车过迄个乡镇偷倒，迄个乡镇车过迄个乡镇偷倒，因为安怎？伊无粪扫场啊，啊无粪扫场。嘛，迄个焚化炉嘛是违法嘛，袂当烧啊，啊免安怎？啊，你叫这市民，现在叫县民吼，会当卖制造垃圾吗？无嘛，无法度嘛。你去今仔去小区买一个饼，啊透透的饼食，剩的就是啊，迄个客就是垃圾，啊，有的包装的垃圾是会当回收的，有的是袂当回收的。等到你所有拢回收了，剩的袂当回收，就是要单掉。对，哦，即马你。讲非洲猪瘟，非洲猪瘟厨余养猪，对，为什么有厨余？就是你吃剩的东西嘛，啊是你这个有当时啊加埋北来，吼，家己抬碳北来，有的北来是会当食的，有的北来的物件是袂当食，譬如讲鸡肠啊，是伫肠仔内面的迄分泌物啦，对，迄个食物渣嘛是要甲用掉就是厨余。啊，生厨余、熟厨余，也是讲你食一个柑仔，你甲皮白白内面柑仔食了，啊皮迄个皮就是厨余。厨余啊，对。啊，有的人讲做肥料，有的人袂当做肥料嘛。啊，这个厨余变安怎？啊，你就是爱摕来处理，有的去做堆肥，啊，有的是甲你内面的水分用掉，啊，甲你焚烧焚化，啊，有的就摕去起猪嘛。啊，所以说。这个让民生也有垃圾，啊，工业生产也有垃圾，啊，垃圾要放伫堆去，就是要找一个所在来放。对，啊，就是啊，甚至讲我用烧啊，对啊，你烧的嘛灰渣。对啊。啊嘛是爱也是要找地方啊，对啊。所以龙崎掩埋场就是在找了很多地方之后都不可以，都没办法，最后就找到了一个地方。哦。啊，起码很多咱的先进学者专家讲，我们通用迄个所在哦。迄个所在有断层哦，迄个所在有地下水哦，地下水位吼，你的污染有地下水。迄个所在风景真水哦，所以安怎袂当。对。啊，所以起码是因为安尼，但是当东车时，伊要设迄个垃圾掩埋场的时候，有去做环评。环评毋是我做的，嘛毋是你做的，嘛毋是台南市做的，是中央遐个专家。中央的环保专家因做的。因做讲，因为经过评估，这个地方是可以设的，地质、断层、地下水都不构成问题。迄不是我讲，迄是环评委员会讲。啊，你也感觉讲，你环评委员会讲白菜，你明明这都有一个地下水，你也无甲我讲；明明这都有一个断层，你也无甲我讲。安尼你也去告迄个环评委员会。你想让他做出这个虚假的环评报告。对。无很主席反应也无讲，也无发觉讲这个环评有作假。对呀。环评没有作假，它就是环评是有效的。环评是有效，你都要依照这个法律规定，可以一步一步行。是。所以你嘛有的人嘛，我也有这个环保人士去告迄个去监察院检举啊。对啊。监察院调查的结果也没有发现中间有弊端啊。所以都过了。因为前市长赖市长他有他的环保的信仰，我嘛有环保的信仰，我是立法院甲柯添在市长，甲柯添在委员，我共同提一个案，要求讲，这个行政院暂缓开发龙崎掩埋场，迄是阮提案的，暂缓就是行政院也暂缓了，但是暂缓到一段时间，他已经走完了程序，把下一轨。马上要很走，所以今晚很主席的想呢，我再次讲一遍，我个人是反对龙崎掩埋场，是，但是我站在市长，我必须依法行政，对啦，就是讲我个人不喜欢你在这边盖房子，譬如讲碧泉你厝起啊做水的安尼，我写来做嫉妒又羡慕，你今晚要来起厝，我不喜欢你在那边盖，我可以不发给你建造吗？不行，如果你有依照。这个法定的证书叫建筑师画迄个图，建筑图画好，地嘛是你的，你嘛无共偷去，产权真清楚，迄个钱嘛有传好，迄个建筑迄个书类迄个文件嘛传好啊，你要甲市政府申请一个建筑执照，然后市政府嘛要准你啊，你摕到建筑执照就开始起较好啊，
啊，你要来申请使用执照，你有使用执照了，你才会当厝才会当大嘛，才会当接水电嘛，吼，才会当去贷款嘛。啊，你要申请使用执照，那准你有依照按图施工，依照你的建筑图来施工，那准你的施工无改变，啊无偷工减无安怎，吼，无偷工减了，你想政府敢会当无互你使用执照？对啊，嘛是啊，互你使用执照啊。啊，若阵我无互你，我因为看你厝起了伤水，哦，无爱做讨厌、做万度的，我无爱互你使用执照，你就让去换一个，对啊，就可以告啦，对不对？啊，个人的房子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建设，好像龙崎掩埋场这个大的一个案子，也是这样子。对，所以政府官员，哈，你讲那个李前市长、李梦燕前市长，他也是依法。啊，因为动足久啊，动到安怎？对，动到迄个厂商去行政院甲你诉愿，啊，诉愿判台南市政府输啊。所以不得已啊，所以就输啊！啊，做一个公务人员要用伊的退休金甲你拨，因为顶管拢讲你输啊，吼啊，监察院嘛甲你纠正，讲你台南市政府袂当无红迄个执照。对。你若阁无要插伊，监察院甲你移送法办，你就渎职啊。对啊。啊，上面因为安尼，哦，因为讲我都看龙崎掩埋场不爽，结果去互你还关呢。没有人愿意这样子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依法施政的不得已的结果。啊，如果大家觉得说不行，我就是要挡下来，大家想办法，你也告诉我办法。对。比如讲，咱去调查讲伊的环评，有造假，去甲法院按铃申告。啊，即嘛法官检察官的调查讲，这个环评确实有问题。安尼这个环评作废，好，安尼环评作废，阮就会当，还废除你的执照，你都卖去，这个就案的结束啊。对。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对不起，现在目前为止，大家来帮忙集思广益。譬如讲，唯一一个方式，譬如讲，碧纯你要去这个厝的时候，你建照明明爱用3只牛，啊，结果你去甲用2只牛，啊，你没有按图施工，所以我甲你要求你停工，这个执照无效，安尼袂使呢。所以你只要你即嘛还袂动工的嘛，你要甲发生讲伊的动工的过程中间有违法的所在，那个要求，甲你罚钱，甲你停工，互你袂当做的，这是一种做法啦。所以我想，这点我嘛是希望讲，一方面民意，这个是真清楚，足侪百姓无爱。啊，另外一方面，那么依法来施政，袂当讲我无欢喜，我就袂当，我就看我因为我看你袂爽，所以我就要甲你的执照废掉。我想，准啊安尼，今仔起来一个市长，就来做一个发照；明仔起来市长，就甲你废掉执照，安尼百姓无所适从嘛，我要听啥的，所以听啥，不是听市长的，听法律的。就是对，好，所以市长也跟大家表明得很清楚，虽然他的立场就是说反对，但是要依法行政，这很重要。好，那另外市长就要请教您哦，您这次呢，就是用的这个我们的小内阁，那你用人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很多市民都想了解。用人为才啊！用人为才，这是唯一的考量吗？还是有其他？这变就讲一方面以前赖院长留下来的团队是金牌团队，因为赖院长的施政满意度很高，对，每年都是第1名，所以伊的团队有很多很强的行政专才。啊，另外一方面我嘛是希望讲我发挥我的施政特色，你要讲全部都用伊的，其实过去是安尼啦。我有一个真尊敬的人，就是上陈唐山。陈唐山伊做台南县长，选赢了后，伊做台南县，伊完全用的这个班底，拢是以前的市长交落来。啊，今伊甲我带一个机要秘书。迄个时阵当然法律规定迄个县府的一级主管毋是政务官，伊嘛袂当随便甲换。啊，即嘛是规定讲，咱的直辖市的一级主管都是政务官，所以你拢爱，你会当今仔要换一个，免换一个。但是人陈唐山同一批人，伊会当做县长做甲讲，伊的施政满意度上第1名。对啊。所以这就是人厉害的所在，嘛是讲咱东山北，我那个学习的所在，那个先拜学习的所在。所以一方面，咱差不多老一半，是这个赖院长。他的金牌的第1名的团队，一方面我有一寡人是我家己的
觉得说他是不错的学者，专家，我们聘请他来担任我们局处首长，来带领这个团队一起打拼。所以我想这部分有老干也有新知，有老将也有新人，所以这部分希望讲，其实百姓哪有管遐济，百姓无咧管讲什么局长是上啊，甚至百姓无一定管市长是上的，只要你会当带互阮好的生活，你就是好市长。只要你也毋是，你也互阮生活做歹过，你就是无好的市长。所以我感觉讲，人讲的一句话，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是讲这个会替咱的百姓来争取福利，做了较好的市长就是好市长。这部分是我要努力，希望咱的市民会当甲小弟黄伟哲到支持，希望咱的议会各位议长，咱的议长、副议长，咱各位议员会当甲小弟，斗相共一方面监督，一方面斗促成咱的好的政策会当做。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也很期待说市长跟我们这个新市府团队啦哈，有一些是原本的人才，然后现在加入一些新的哈，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的这个发展。好，那市长，你刚刚一开始其实有讲到这个韩流这个部分嘛，那因为可能就是说这个韩国瑜市长他都一直受到媒体很大的关注，然后各种的采访啊，还有就是说他对经济方面的一些的见解。那你对于他讲到这个政治0分，经济100分，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本来就是政治0分，经济100分啦。咱即摆做的是迄个地方首长。咱做的不是总统。总统是啥？国防、外交、两岸事务。这是总统的职权。国内施政当然嘛是总统甲行政院长来做伙做。咱是双手掌。但是军事、外交甲两岸事务，这是总统的专属权利。对。真济，你看两岸即摆最近为了一寡迄个就是你咩？总统的蔡总统元旦谈话元月2日在习大大、习总书记就是讲伊的习5点但是不管几点只要能够做好就好了我感觉讲就按地方政府来讲政治不要再这样少谈政治口号了对就多做一些福国利民的代志。你看百姓人韩流，因为人单局做甲真好。但是人韩流伊有提出一寡物件，你看伫选举过程中间，伫高雄咱就尽量卖骂来骂去，因为伫台南，我拢咧互骂啊，是都惊咧。我有听到。咱6个咧选啊，5个拍一个，有的人讲你什么大创案啊，有的人讲你什么案啊，有的人甲你骂个，即摆选举过告一段落，咱就回归市政。即摆嘛共款啊，隔壁韩流韩市长讲。政治0分，这个政治0分，经济100分，不是我黄伟哲讲的，是韩市长讲。对，伊要讲这意思是讲咱两方莫阁用这啦，咱就政治0分，经济就安尼变经济才来讲啊。甚至马前总统讲一句话，未来统一也是一个选项。马前总统讲的。结果记者提这个问话去问讲，韩国瑜讲，恁的以前的党主席。恁以前的马英九总统，因即马讲，未来也可能统一也是选项嘞。我想你想韩国瑜本来想讲也安尼讲，对，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们不管这个啦，政治0分，经济100分。你看一点对马英九就甲讲安尼啊，所以这句话我看是真代表真侪百姓的心声。如果你真系做政治的，选举你都要骂来骂去，都要讲来讲去。指责来指责去，你好了，不要再弄了，回归基本面，来替百姓来铺桥做路、做福利、做拼经济，把生活拼好起来，安尼我给你拍手。所以呢，这句话政治0分，经济100分，我是举双手赞成。好，那有部分的媒体就是有在报道说，哇，这个高雄的这个经济前途就是看涨，然后就是唱衰我们台南的观光，这个我觉得是市长你要澄清一下。对啊，迄阵讲啥物咱台南的旅馆啥物一平350、430块，结果我马上就打脸了，因为我就去叫阮的关旅局的官员，迄个公务员迄阵咧休困咧，放年假，大家咧放年假，结果那一个平面媒体突然甲你结一个讲台南的观光完蛋了所以我就紧去叫人去找啥
人咧台中啊，高雄嘛有一枚300-400块的，380、425的，拢嘛有啊。啊，毋是讲咱台南，啊，你既然讲高雄的观光遐好时，啊，你高雄会出现这个300块、400块的房价，结果了解起来，迄是竞争的策略。就是讲，人要拼价小啊。即马台东有无？台东即马有暖冬计划有无？政府中央政府补助1000块带一枚。啊，为60岁以上的补助一枚1500块，结果出现啥？零元房价。哦。为较普通的旅馆，伊政府一枚补助1500块，伊都有谈。卖讲补助，卖讲为5星级的饭店有一枚1万块嘛有啊。系啊。啊，政府嘛是补助1500块啊。啊，你为差一枚差几百块啊的旅馆旅社嘛有啊。政府嘛补助1500块啊，所以伊即马讲，啊来，你紧来带，啊照你的名登一个囡仔来申请，吼，我互你带免钱的，啊，佮送你一个早餐，吼，咱莫讲贪小便宜，咱袂使咧人讲啊，我们不能这样讲，为百姓就去啊，为百姓去，毋是啥，是当地的呢，伊毋是讲台北去台东带，毋是讲。台南去台东住，是台东的人骑车两分钟就到啊。当地人去迄个旅馆住，这出现什么？出现漏洞。对，所以咱一定要建议讲，这钱拢是咱的血汗钱呢。政府要促进观光，结果伊甲你杀来做人头，你领补助，较会使安尼做。所以我感觉讲这袂使做。所以我一定要甲。观光局来欢迎，讲袂使用安尼啦。即这样咧拼观光是真好，但是迄拢摕咱的钱去乌白乱输开，根本就无促进观光嘛。你叫当地人徛倒摆两分钟来遮住，来遮签一个名，哦，啊你领1500块，啊伊领早餐，够有这个道理，哦，袂使啦。所以我想，这点，袂使，因为政府要拼观光，要拼哦，观光要替咱百姓吼创造更较好，迄是。人讲要偷了一只鸡嘛，要了一百米，就是讲要一个诱因，讲你紧来遮住，来遮佚佗，来遮住，我补助你1500块。啊，你当然你譬如讲你台北要去到台东，你就爱开车，还是坐毋是高铁啦，因为台东爱坐台铁，还是坐飞机，你就爱交通费开一笔。啊到台东了，搁爱坐计程车，去到迄个旅馆。开第2条，对啊，去迄旅馆住一暝了，有当时你住一暝有够无聊，第2天就转去。对，那有这个人，你当然要去踅一下夜市啊，买一下物件，啊，所以带动迄边的消费，啊，政府用开这个1500块给你补助，有价值，因为安怎做交通的、做运输的有赚到，啊，做夜市啊嘛赚到，这也有赚到了，买物件、卖物件拢有。啊，毋是讲你骑2分钟的奥多摆去遐住一暝，甚至有的人无住一暝，签一个名，身份证做影印的，结果你领一个早餐，领一个便当走，这点绝对袂使啦。所以我感觉讲，这个钱袂使安尼就袂使用安尼乌白开啦。对，所以绝对不是我们台南不好，我们台南的经济也是在起飞的。我们台南的观光是很好。对啊，观光。李梦燕市长有跟我讲，咱台南8年前，每当来台南住，因为这是安怎足准的，这个数字是。你要去带旅社要登记身份证嘛？8当前来台南住一年过暝啊，一年250万。8当后去年结算起来350万。所以8年成长，每年就成长100万人次住宿了，这是无简单的。所以我感觉讲台南大家咧拼经济时，你讲咱做了无好，你甲我讲，我会检讨。但是当大家你做的时候，你不要唱衰。对啊。不要唱衰。你要唱衰，很多市民会很伤心。大家在努力的时候，你都没有看到，也不报道。结果无影无食的代志，你讲唱衰，这点咱是要拜托咱的好朋友，对我们台南有信心，对咱拼观光有信心。咱未来一定要做了更好。对，所以媒体这方面还是要自律一下，要查证啊，希望。对，好，那市长你是可以跟我们市民朋友谈一下你未来施政的重点。我想一点啦，我深感受到就讲交通，交通分2点，第一点，常常大塞车，第2点拖吊太凶了，对，
这两个想法是对立的。因为塞车，有人就乱停车，乱停车就要拖吊。对。但是因为拖吊拖得太厉害，3更半暝还人吊，啊，人啊小可停一下哦，无妨害到别人的所在，你嘛人吊，啊，造成百姓真无欢喜。这两项拢爱改进。就是讲上面你要棍子，你黑白停，你并排停车上危险嘛，啊，公车站牌港停车嘛危险嘛，啊，你迄个巷仔口了后要转头我角的时阵，所以你港停车嘛做不好的。对啊。所以重大违规的所在，你去拖，但小违规的所在，不是不爱拖，是优先拖别位较严重的。对对对。好，所以未来暗时8点外、9点外以后，你就莫讲拖啦。除非重大违规，你8点外、9点外以后已经交通尖峰时间过啊。对啊对啊。互人一个方便。这部分看咱执法的技巧，咱来改进。但就这是棍子，咱嘛要萝卜。萝卜呢设更多的停车空间。以前一个停车场，拢会当刚刚停边边的，未来做一个停车塔，奖励他们设停车场，好停车塔。停车塔。伊会当边边一个空间会当停更较侪车。你设停车场、停车塔，伊也无要去停，你这个拖嘛，有道理。对对对。你都停车位无遐济，人无法度5不离3种去违停者。你讲拖，他们讲人的制造民怨，这部分是我未来爱做，解决交通问题啊，大众运输系统还较好诶，或者偏乡的人拢会当有机会，咱即摆未来甲大家报告秘准，咱未来要用迄个小黄计程车要扩大实施，上面个小黄计程车，因为咱有就要建遐司机，伊家己本身会当做，因为你也要派一台巴士，去到足远的所在，有当时一台车坐3个欧巴桑。对，安尼是优质拢开车，你也一台计程车载3个人等来，安尼成本也较降低，对欧巴桑来讲，伊嘛有车通坐。这个方法不错这个小黄对运奖来讲，伊够一条收入。对啊。所以大家多赢了对欧巴桑来讲，你若讲一个人坐一台计程车，可能几600块，3个人落去摊，就可能几60块。对。政府甲补助一下。可能20-30块都有这部分是咱要做。哇，其实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要请教市长，但是时间的关系，对，所以现在就是在最后结论的时候，市长还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市民朋友讲的，就现在赶快讲吧。好，现在不讲没机会了。还有很多机会。因为多谢咱的市民朋友对为做的听堂会当互我来当选市长，我一定用上大的热情、上大上好的效率来做。做得不好，新手上路，我们会尽快改善。但是做得好的部分，也希望说市民朋友多多给我们支持，多多给我们鼓励。该欠点的，你讲迄个黑白停车的，黑白拖吊有没有？黑白拖吊的，你甲我讲，我今仔要求交通局来改善。重视未来一句话，做得更好，过得更好。我们希望咱市政府做了更加好，希望咱的百姓过了更加好，这是咱事情的目标。对，没错，所以咱这些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讲在我们黄伟哲市长的带领之下，市府团队呢，是不是能让我们的台南市更加有发展？那刚才也听到了一些，哇，这个交通是很多民众非常关心的哦。那这样的解决方法已经是算让市民觉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的落实去执行它，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市民朋友可以感受得到。那当然啦，就是说，市长也非常好，他说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直接反映给你们嘛，对不对？对，我想市长应该是绝对是会听的啦，好的建议，倾听民意，对，倾听民意。那当然就是说是政府好的，就是说不要误信一些不实媒体的报道，然后就在唱衰。大家应该是看到好的，应该好好给市政府一些鼓励。好，今天再一次感谢黄市长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碧纯，谢谢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谢谢。好，市民形象这波底下个几段了，咱再会。